我的为什么没有？我为什么没有？我说来吧。你就是刘一鸣，我想考国戏，你愿意教我表演吗？他们挽手离开的模样，爱情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。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。对不起，我跟妮妮好了。这4年来陪在我身边、跟我朝夕相处的人不是你。其实我希望可以给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我们俩又不会分开，对不对？我那个世界已无人的街，停在这一页。匆匆告白，没太多的期待。我试着淘汰所有的依赖，带着爱的无奈走开，承认感情已经漂白，相信你一个海浪般的夏天，一起肩并肩穿过繁华的夜。剩下我迷失在无序的心结，等待你从我携手走。我去。不是，过来，快拿酒啊！再吼啊！别再吼，而且来喝水。啊！我要喝酒。我要喝酒！喝酒！哎，你说不能打我哥！说了不能打我哥！不能打我！再干！刘一鸣，你还是我儿子刘一鸣吗？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就像刘老九、刘酒鬼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从早到晚，睁开眼睛就喝呀！你把自己喝死啊！你爱了这个孟宁4年。你看他你就活不了了，是吗？那我跟你妈爱了你20几年，你想过没有？你真要喝出个好歹来，我和你妈还怎么活得下去？太让我失望了你！我一直对你有信心呐，现在看见你这个样，我活的心都没了。谁不遇到点困难，谁不遇到点坎坷，都像你这样，那还活吗？刘一鸣，你给我记住，以后做事儿、想问题，都不要忘记，自己是个男子汉。我的为什么没有？我为什么没有？我说来吧！儿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儿子，你别了，儿子，你别了，儿子，你别再打！老头子，你干什么？你走你的老头子！儿子，儿子，妈，儿子，我从小到大。我也是第一次这么看不起我自己。大哥，大哥，饿了吗？你饿了？那你赶快去吃饭吧，就不用送我回家了。我是说，咱们2个一起。对不起啊。没关系啊，我们2个现在都需要点时间去适应。
你要是不适应我们俩现在的关系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把我当成是你的骑士啊。一念，如果我是说如果啊，如果你要实在不喜欢我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话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啊。没有没有，我真没有这个意思。我只是……志恒，给我点时间，让我去适应。我懂。其实一鸣给我的压力不比你小，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哥们儿。所以呢，你别乱想，我和你一样，都需要时间啊。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儿子呢？昨天晚上睡太晚了，让多睡会儿。你也敢吃？啊，今儿我跟你一起出摊，我准备一下。先生，请问您是需要卖房呢，还是买房呢？我想租房，给我你们这最便宜的一居室。我们回来了，我回来喽！哎呦喂！啊，儿子，儿子，哎，你看看你妈给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！哎，我说老太婆，我跟你提个意见，行不？啊，我天天出去干活，你也没怎么慰问过我呀。你儿子今天就出去干了这么一天活，你看你做了多少好吃的啊？你吃素啊，也没吃对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所有的菜，哎，都是那关海买的。光海，怎么着？把咱们公司老板给打劫了？叔，回来了，叔。大安，过来，站好了，手摆正。干啥呢？啊？不跟你说了不让你乱花钱的吗？哎，叔，听我说啊，那个我在你们家也住这么长时间了，现在我决定搬走，这顿饭就当我向大家辞行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有一哥们儿啊，房子空着，然后很便宜的就租给我。再便宜，是不是也得花钱啊？这该花的钱得花呀。叔叔阿姨睡觉那么轻，我那工作晚上喝酒喝到半夜，总打扰他们，我自己都不好意思。再说了，自己住，舒服，方便。请问他妈什么时候？哎，别跟我提他妈，我还等他妈走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。行了，洗手吃饭。叔阿姨，今天尝尝我的手艺啊！哎，小心点啊，老大。哎，到了，看看怎么样？这房不错呀，感觉还挺惬意的，有那么点世外桃源的感觉啊。老大，说实话啊，这房子其实我是通过中介租的。我说你小子行啊，不仅把我骗了，把我爸我妈也给骗了。你租这房子干嘛？你住我们家不就成了吗？你这无形当中是不是又花了一笔费用？你有钱了？老大，首先我要不那么说的话，叔叔阿姨肯定不让我走。还有，不是所有的钱能省就省的。最主要的，我是想和冰冰有一个独立的空间。空间，这我懂啊。老大，有些话
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要觉得不该讲，你别讲；你要觉得真该讲，你就说来听听。我一直以为，就算冰冰变了，梦妮儿都不会变。你别生气啊，我是想说，如果你和梦妮儿在一块儿的话，天天在一块儿的话，也不至于现在这样。所以说呀，两个人真的不能分开太久。我跟冰冰，现在我俩之间隔着他妈，整天都见不着面儿。如果哪一天真出了问题的话，我肠子不都得悔青了呀？老大，我可能说重了，你没事吧？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儿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不搬家吗？也没带什么礼物过来，就当帮你暖房了。拿着，你拿着。我们家在海上，你们家不在这儿，我没什么花钱的地儿。再说我现在也没女朋友。我有工资，你还有秦兵呢，你花钱地儿多了。老大，这钱是你拼了命赚的，我怎么拿？你让我怎么拿？兄弟，你知道我刘一鸣拼了命赚这份钱是为了什么？